怎么了？尊嘎格尔的余孽从神武门打进来了。天哪！满城文武都在抵抗外敌。哇！兵部尚书一刀劈下去对方的头颅，不好，难怪满子馆将他一刀打了。哎呦喂，真纪念呀！不要再解说了，挡住！这运筹帷幄，和你根本没有关系。明玉起开。报，双方死伤惨烈，长龙公主请求和亲。不行，真不许。皇阿玛，江上社稷为重。那你去吧。你倒是挺果断。此去无期，让我用玉玲珑赋一曲离别吧。玉玲珑啊，宋代名琴。好。说好的弹琴呢？这一集太难熬了，什么时候才开始宫斗啊？怎么大结局了呢？